古早有一个神秘的神殿，内底有足珍贵的宝藏。听讲有一位智慧之神伫咧遐镇守，足侪人拢无法度通过伊的考验，空手而回。到底这个非常了不起的人，何时才会出现呢？智人，好，各位啊，小朋友，你可知今仔日来遮要创啥？摕宝藏。摕宝藏，你敢有想要摕到宝藏？有。啊，你台语好无？好。啊，你哪遮尔啊细声？你台语好无？好。好，等一下好好表现，就有机会摕到宝藏哦。小萌师傅来啊！守护宝藏是我石门神，要开智慧，爱找智慧之神。队长也个有要来摕宝藏的小朋友，大家好！好。今仔日的小朋友非常的活泼，我想要问今仔日的小朋友，你平常时敢有啥物才艺？有。剑道。剑道，厉害。画图。画图，气质，跆拳道。这厉害。钢琴。钢琴。小朋友，恁的才艺哦，拢非常了不起，而且哦，恁拢是乌干仔底豆油。恁敢知影乌干仔底豆油是啥物意思？你讲。是真厉害，但是无人看到。非常正确，哎呦，对这个代志哦非常有研究，互家己一个掌声鼓励，真厉害！这个代志的水爱继续甲伊流传落去，所以摕出你的精神，也够开力，大声讲出你的队名。阮是好势队，出发！欢迎公敌。小朋友，来，咱即摆来到这个所在，这位吼，就是我的好朋友啦。哦，hen生，你即摆是咧创啥？吃水饺啊！食水饺。看起来就好食。看起来就好食啊！哦，啊，不过恁拢来啊，我连要较食好啊。啊，你哪雄雄咧食水饺啦？你报到腰？因为我足想要食豆油的气味，所以我想讲啊，食水饺一定要混豆油的啊。啊，不过吼，头先我有听到你徛较头前的，我袂足恐怖。退后呢，来徛，你莫一直退后，你莫一直退后。我甲你，不，啊不，哥哥徛遮，哥哥徛遮。我弟。哦，是弟弟哦。你是姐姐？恁是当年哦。哦，行。姐姐你好，姐姐。嘿，啊你是弟弟，姐姐。啊你嘛是，看你的名是，哦姊妹啊。恁的队名叫做啥？好势。对。啊是安怎好这遮尔古水的名？因为阮是伫住伫咧河边。河边。伊哦，中华河边啊。对。当时。当时，台中的当时。哦，恁这队合作伙就变好势。哦，就创意的呢。有信心无？哦。准备接招，迎来噶！好康斗相报，一个人先投球，球入空；另外一个人讲地步，其他队员画球台，甲球扔去答案迄空，看到几题，就会当摕到相对金箍箍。恁敢有法度来过关呢？今仔日咱咧讲豆油，大家敢知影豆油是用啥物做的？敢知？有看？豆啊。豆啊。黄豆，对，黄豆、大豆，还有啥物豆？乌豆、糖、盐落去做的。好哦，看卖恁到底是毋是乌干仔底豆油？加油咯，醒来噶！好，开始哦。好，这所在。哎呦，哪准啊！你这有够准的。这物是用豆啊
料，什么是豆咖饮料？饮料。我知影。好，来哦来哦，武缺的屈势袂歹哦，豆豆甲心过，嘿，对对对，要过去啊，要过去啊！过好，伫倒位伫倒位哦，是这个嘛？是这就对，后一个厉害。对，哇，差一点啊！加油！手较悬的，加油啊！加油！你要看较准呢！加油！加油加油加油！哎，咱较头前的，加油啊！搁差一撮差一撮。加油！加油！你有加还行。请问导游，食起来是啥物味？哎，哦，虾米味？什么味？什么味？好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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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！算出来算出来。哇，第三，啊，开始倒。哎，当哎当哎当。哦，有啊有啊。哎哎，莫看戏，这边。第一项是豆啊类，哎呦，伊讲了真标准哦。来，看卖啊姐。讲了就好的哦。是倒一项咧？想看麦。加油！加油！哎呦，搁超一，要过啊！无要紧哦，你家己落入去啊，嘟啊好搞，厉害！哦，是安那这关，咱比因搁较紧张，咱比伊搁较喘呢，这什么道理啊？啊，毋过毋知影到底因讲的对毋对吼？因来噶，哦，真正大概看这关拢真刺激，啊，恁感觉好耍无？哦，哎，配合了就好诶。咱来看卖啊，第一个题目是啥？咱做伙甲念出来哦。啥物是用豆啊加的饮料？是啥物呢？是豆奶，还是牛奶？哎呀，豆奶用加的嘛，牛奶是用植的嘛。好，咱来看卖啊。第二题，请问豆油担起来是啥物味？豆油担起来是咸，还是咸？咸的嘛。哦，恁的罗马拼音袂歹哦。啊，恁选择的答案敢对？你选对嘛？对啊，对，恁选对，真厉害哦。咸。好，后一个题目，好一项是豆仔类，土豆，还是麻豆？就土豆嘛。啊，大家敢知影麻豆？台南，哎呦厉害哦！好，啊，你麻豆有一寡特产，恁敢知？油啊，厉害，文旦。温蛋。好，来看卖，恁拢总对着3题，会当摕到一个金扣扣。介厉害，介牛哦！来哦，第2关准备接招，现在噶。爱讲才会赢，3个人会一直耍位，轮着想着爱来回答。第一阵是甲恁队长合作，看到的偌济就金箍箍通摕。第二阵换恁爱甲我对决，若是赢我，会当摕到金箍箍，准备接招啦。我一开始啊，食水饺的时阵是毋是有温豆油？啊，咱碗粿有当时也卖温豆油。对。啊，搁食啥物的温豆油？食饭温豆油，我是食糜，我会搅豆油，哦，最好食的。食糜啊？搅豆油。嘿啊，搅豆油最好食的，对不对？明白。哎，啊，恁搁会加啥？炒卵。啊，炒卵哦，真好。哎，豆油其实用途足快。够炒饭啊，炒饭嘛是会用。炒饭卖的啊。炒饭卖。还是讲你食包仔囝、小笼包，卖温豆油。来，请讲出乌色的物件。乌色的物件。豆油就是乌的嘛。豆油乌什么？头毛、目睭梨。好，来，开始啊！准备接招，现在噶。头毛。嘿，对。裤。裤，乌色的裤啊。乌色。好。衫。哎，宝宝，乌色的衫。
袂啊，袂袂啊，袂啊，袂啊，好，乌色，目睭林，目睭林，黑色的手套，乌色的手套。捏机，念念机，捏机，念念机哦，对，鞋啊，哦，目镜门，目镜门哦，会用的哦，目镜门，黑色的袜啊，袂啊，拄仔讲过。啊不要唔对，目白，拜拜，目白，头上看，刀啊，刀啊，是的，皮毛，哦，你甲规身躯的毛拢讲去啊！皮毛啊，我皮毛，手表啊，黑色的手表啊，哦，黑色的手表会用的。安全挂，你莫甲那个提醒呀，那个提醒呀。马路，马路，马路，对啊，马路是。毛笔，毛笔袂付啊，袂付啊。毛笔，目汁啊，你讲毛笔啊，我讲目汁。目镜，目汁啊，目镜墨汁啊。哦，目镜，哦，目镜，系啊，手机啊手。机啊，啊，我写真济呢。来，咱看卖啊者，咱看卖啊，还有啥无讲到？乌林嘛加批话，欧丁嘛，啊，乌到乌鸟啦，西装啊，西装，啊，还有记，黑狗兄，乌到遐，安尼咱生活，好，生活，敢若听起来你是敢若着14题啊，应该嘛真济啊。好，恁的题目就是讲出油这个词，油，油这个词，敢若香油、哦，香油、哦沙油、汽油，哦，好，想看喂，我差不多3个啦。好，差不多啊，准备好啊，准备好啊，要开始啊，힘来个，油桶，汽油，哎呦，啊，厉害哦，油罐车，油罐车哦差不多。 UN， UN，香油，麻油，麻油，麻油，啊，够啥？哦，敢若在导游。啊，我咧。油 TUNG，丢 TUNG 机用出来啊！丢UNG，丢油，buy UNG，啊，无这个物件。丢个牌不一样啊啦，后一个啦， I love you。其他，无啊。哇，真厉害哦！猪油，啊，自由无讲。他们麻油鸡麻啦油，鸡啦，麻油鸡。麻油鸡就好食，油饭。好啦麻油，鸡我尽量啊，搁互恁赢去啊。不要紧，这关我就是来送分的啦。恁拢总过2关，会当摕到一个金箍箍。好啦，上尾关啊，准备接招，现来噶。选你无毋对，即关要来看影片，内底会有题目，白小姐甲红琪琪会讲出因家己的答案，恁着爱判断，选看谁才是对的。若是选毋对，恁就会失去2位队员；若是选了对，就会当摕到金箍箍哦。咱台湾有一个所在做导游非常的有名，大家敢知伫倒位？粉林西嘞。哎呦，你看大字报的能力不哩好哦。遐，而且遐有导游做一种饮油，伊是用乌豆落去做的。啊，啊，咱来做伙看卖导游是安怎做出来，来，翕来看。导游是台湾真主要的佐料，
伫西里有人坚持古早味，用古法来做豆油。古早时阵，阮就是用乌豆放喺红缸内底发酵来做豆油，因为放喺红缸内底放120天，这种用时间做出来豆油较香、较好食。这一粒一粒红光，就是当咧晒日的豆油哦。一礼拜随着有的化学豆油无健康，因无咧做啦，甘愿开几啊个月的时间，互大家食了会安心。讲到这哦，恁敢知影爱安怎分化学豆油甲纯活豆油呢？是免啊分别化学豆油甲纯活豆油。纯活豆油的这个活就是酿的意思。啊，到底免啊分别？咱听讲卖红吉吉白色是安怎讲？白色色讲了有道理，大家爱想看，非常了不起，非常的简单。这豆油哦，摕过来爱甲切切的，安尼是纯的豆油哦，伊会起泡，伊的泡哦会绵，啊足久哦，这个泡才会散开。啊，若是化学的豆油啊，你甲切的，伊的泡足大的，啊毋过哦，真紧就消失去啊。安尼你知影无？诶，嘛毋知是毋是安尼？红吉吉安怎讲？大家好，我是红吉吉，听我的绝对袂互恁闹气。我甲恁讲哦，其实哦，咱会使甲豆油内底加一点仔酒精来试看卖啊。伊若是化学的豆油，伊就会出现干干高高的物件；啊是纯的豆油咧，伊就完全袂有反应咯。安尼恁知影无？安尼恁知影无？酒精。恁感觉谁讲的较正确？无爽，你感觉倒一个人讲的较正确？红吉吉，红吉吉是安怎是红吉吉？内底有加其他的物件，加其他的物件，会使互伊有反应。加酒精是无？伊是讲去试验嘛，哈加酒精去试验。试看卖啊的哦。无款，你感觉咧？红吉吉，嘛是红吉吉？是安怎？化学反应。化学的反应。哎呦！我感觉化学反应较正确，白色色。啊，你感觉是白色色是毋是？主案有啥物是白色色？我是知影，是毋是之前咱有讲过，迄芳若是芳蜜，芳蜜若是安尼切的，迄泡嘛是安尼分的。哎，敢若是咧。哎呀，一个家庭一个答案，如何？安尼安怎？你敢有想要摕宝藏？爱想一个，想看卖啊！秘密队长头拄有讲啊，相信。休息一下，想要投白色色的请举手。总胜。来，所以你选的是白色色。干嘛呢？来，所以你选的是白色色。干嘛呢？你甲看，你甲看，又是安尼啊？你看有无？听我的就对啊。啊，其实哦，红吉吉讲的嘛无毋对，伊这是一个试验的动作。你摕酒精滴，啊，其实伊讲的是颠倒饼。你爱滴迄纯活豆油，伊才会变高高，系啊，等去试看卖啊嘛。试看卖，做实验。好，来看卖后一题翕来个。要做纯活豆油，工课路无遮尔简单哦。上头先爱拣品质好的乌豆，乌豆仔杀过，爱放互伊发酵，超盐了后落暗光，伫日头骹晒超过4个月，乌豆味香香的饮油就完成啊哦。真侪食物咯，只要混豆油就会真咸香。讲到混豆油，恁敢知影食菜脯混豆油是啥物意思咧？混豆油，你拢足咸的，毋是吗？哎呦，哎呦，你爱记的哦，你爱记这句话哦。刚才有讲到重点哦，两个拢足咸的呢哦。好，咱来听看卖红吉吉白色是安怎讲？听我讲，
食菜脯问导游，同多小朋友你已经讲过，两项拢足咸的，问做伙，这个哦就是代表咧讲一个人哦真贪心的意思。安尼你知影无？哦，咱听讲把红记记安怎讲？好，像小朋友讲着，这两项物件一定足咸啊。对啊，菜脯甲导游一定足咸啊，是安怎爱搁问咧？所以这个意思就是咧讲咱做代志吼，足野价的，加无用的啦，安尼知无？哦，食到你咸啊，啊你搁问导游野价，野价。袂要紧，你豆豆想，好好好你豆豆想，所以恁吞口放口放屁，哎呦，放屁啊哟！哎呦，有效。有效有效有效无双，你讲一个。红记记，水啦。红记记拢红记记，红记记。好，所以你选的是红记记。干安尼？无唔对，哎，菜脯就足咸啊，佮问导游真正是足野价的嘛。啊，若讲到问导游这三个字，就亲像咱的队长真久无转去鹿港，啊，若一转去，啊，佮随出去无用啊，因爸爸妈妈就讲啊，转来拢阮一个导游就离开啊。啊，你真正是，互阮啊，足唔甘的，转来阮一个导游尔，就是这个意思，知无？老总摕到2题，会当摕到一个金箍箍。哇，3个金箍箍咯，恁摕到啊，摕到保障的机会介大，但是敢摕到咧，因来教。哦，3遍的机会，又成恁是几年啊？3年啊，啊，后摆搁要来算看卖啊者。哦，啊，恁几年啊6年。 4年啊，6年啊，哎呦，搁足有机会。先看卖啊，今仔日摕到保障无？先要选倒一个动物？每回咯。哪里？哦，意见拢无共。每回都哪里有怎么上流？所以要选倒一个。你有3个机会，听说哪里？恁两个选哪里？哪里？啊你，啊，你嘛选哪里？哪里？听说哪里？先先选哪里哦？等阮选牛个每回咯。哦。啊你无想要选9号是无？无选一等一下哈哈。拢伊你讲的啊，伊若无讲意见啊。好，第一个选择是哪里？金箍箍交互伊，请起来。啊，我想要选一个。无伫咧哪里？空诶。我想要选9号。哦，啊，莫玩家，莫玩家。啊，要互其他姐姐选一个无？拄则是恁选的。对啊，拄则。这是咱选哦，的。安尼啊，这个听你呢。啊。苏安，姐姐要选姐姐9号呀。 9号。啊，又成你 OK 吗？你要请姐姐。对，选会用的啊。好，9号，请起来。 9号。颁奖，会当得到我时真机器人。这礼物看起来足赞的呢。对，拢捌看过呢。冇看过。安怎算？安怎算？这个小朋友同款，爱有这个时间观念。时间观念就用的。恁敢有时间观念？有。哇有。今日算了有欢喜无？有。后边有搁想要来无？讲台语好耍无？好耍！真正是非常了不起。欢喜啊！